歡迎參加復匯亞洲外匯交易網上講座。咁今日咧都會由我 Thomas 同大家講下匯市一周嘅走勢嘅。咁開始之前咧，就同大家閱讀翻個風險披露聲明啦。保證金外匯和或場外黃金、白銀買賣涉及高風險，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嘅。如果你有任何疑問呢，請你向你嘅獨立投資顧問尋求意見。好啦，翻返嚟我今日個講座啦。其實睇翻上個禮拜嘅焦點呢，其實包括咗澳洲嘅同埋歐元區嘅一啲嘅議息會議之外呢，咁亦都有一系列啦，包括日本啊、歐洲啊、美國同中國嘅主要嘅經濟體系嘅 PMI 數據以外呢，最重要嘅都係六月份嘅美國嘅非農就業數據嘅情況。個數據顯示呢，6月份嘅非農就業嘅崗位增加咗去28.8萬，係遠超過市場預期咧21.2萬嘅，亦都係咧連續第5個月咧係超過20萬呢個咁嘅數字。咁亦都見到失業率咧係低到去6.1%啦。咁亦都係可以見得到啦，市場裏面咧見到美國經濟，尤其是喺勞動市場上面咧個復甦嘅情況係大大咁樣增強咗市場嘅信心嘅，亦都令到咧市場對於佢提前加息嘅可能性咧個機會率咧係越嚟越大。所以佢見到咧當出數據嘅時候咧，美元係有一個反彈，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啦。相對起美元對歐元、日元同埋英鎊咧都出現咗一個大升嘅情況。咁但係咧亦都可以睇得到，當個數據出咗之後咧，市場上面咧其實對於後市嘅睇法咧仍然都係比較謹慎少少嘅。所以亦都可以睇到本身美國方面咧，除咗個勞工嘅數字係有增長之外咧，但係我哋見到工資嘅增長率咧唔係太大，所以嚟緊對個經濟或者對個通脹嘅前景咧仍然都唔係特別樂觀嘅。所以咧見到美元咧亦都有個回落嘅情況出現。咁其實呢個星期嘅話，除咗係一啲嘅數據以外啦，咁比較重要關注嘅係留意翻呢個禮拜四公佈嘅美聯儲嘅6月份嘅一個決議嘅紀要，喺裏面咧可唔可以睇多更多關於個加息或者嚟緊啦個動向嘅一啲嘅啟示，或者更加多嘅資訊咧，可以喺呢個紀要裏面咧可以睇到啦。咁亦都要睇翻就係話喺嗰個非農就業數據做好嘅時候啦，美聯儲個後續嘅政策咧會唔會有一個比較重大嘅改變？除咗係呢個會議紀要之外咧，咁我哋都會關注翻英國央行咧將會喺呢個星期咧公佈個利率嘅決議嘅。咁市場普遍而家認為咧都係維持不變。咁呢個星期最主要嘅一啲嘅數據或者事件咧，都係需要關注翻呢兩方面啦。咁再同大家重溫翻上個禮拜一啲嘅大事嘅回顧啦。睇翻喺7月1號嘅時候啦，喺7月1號啦，公佈咗一啲嘅調查顯示啦，歐元區6月份嘅製造業 PMI 嘅終值咧就下收到去51.8，亦都創咗7個月以嚟咧最低嘅情況。製造業增長下滑嘅幅度咧係略咁樣係超過市場嘅預期。咁你都見到啦，喺個歐元區裏面咧，其實個經濟復甦嘅情況咧仍然都係非常之緩慢嘅，亦都係需要繼續咧政策上咧不斷去支持翻歐元區入邊嘅國家，去令到希望咧嚟緊可以有啲刺激嘅作用，令到個經濟復甦嘅情況咧去加快嘅。咁喺同一日裏面啦，中國6月份嘅官方製造業 PMI 咧連續升到6個月嘅高位，去到51.0嘅呢個指數啦。咁喺呢個好多項嘅一啲分項嘅指標咧，都顯示咧中國經濟咧正在喺個平穩嘅增長。咁呢一方面咧，其實都係利好翻本身中國嘅一啲嘅人民幣嘅走勢啦，亦都係利好咗澳洲紙嘅走勢嘅。咁喺7月3號啦，澳洲央行嘅決議裏面啦，我哋見到啦，連續第11個月咧維持翻個紀錄嘅利率嘅低位，去到2.5% 不變啦，符合市場預期嘅。咁但係咧喺個聲明裏面咧，亦都顯示翻啦，就係近期嘅一啲數據咧顯示咧，澳洲嘅經濟增長咧仍然十分之堅挺啦。咁整體嚟講嘅話咧，呢一年嘅增長咧仍然都係低過趨勢水平嘅。亦都最重點嘅重申一點咧，就係話澳洲紙咧仍然都係屬於一個歷史嘅高位。嚟緊嘅一啲嘅貨幣嘅政策或者利率嘅一啲嘅決議咧，都會係一個比較一個審慎嘅一個做法為主嘅。咁呢個消息咧，其實某程度都係比較中性少少咯，唔能夠再推動喺澳洲紙嘅匯價咧進一步去突破啲高位嘅。
咁喺7月3號嘅時候啦，係亦都公布咗一份嘅調查啦，顯示翻就係英國6月嘅服務業 PMI 咧降到去57.7，創咗3個月以嚟最低嘅情況，亦都咧係亦都係低過嗰個亦都係高過咧50呢個分水嶺嘅。咁但係見到個步伐咧係開始慢慢係有個擴張嘅情況出現。咁喺英國嘅經濟裏面咧，2014年咧上半年咧仍然都係持續一個強勁嘅增長，亦都係加強咗市場對於英國央行嚟緊係年內加息嘅一個預期嘅。咁可以見到咧，英鎊咧仍然都係屬於一個高位整固嘅一個情況。咁上行嘅趨勢咧仍然都可以繼續維持嘅。咁喺7月3號啦，咁歐洲央行行長啦德拉吉喺週四星期四嘅時候表示啦，歐元區嘅經濟咧仲係面臨緊一個好大嘅風險，咁樣意味住咧呢個咁嘅歷史嘅低位嘅一個利率嘅政策咧，可能係會維持一個更加長嘅時間。暫時咧可以睇到啦，就係利率上嘅變化啦，唔係太大。咁但係喺嗰個會議上面啦，我哋都見到啦，呢一次嘅會議裏面冇一個好大嘅新意出嚟，咁亦都可以見到啦，歐元都係維持喺1.36呢啲位置咧去橫嘅。咁喺7月3號啦，美國勞工部7月3號公布嘅一個非農就業數據顯示啦，非農就業數嘅人口咧增加到28.8萬，遠超過咧市場嘅預期21.2萬嘅。咁亦都可以其他嘅數字，包括係失業率啦，或者係一啲初請增加嘅一啲嘅數字啊，勞動參與率啦，亦都有一個改善嘅情況出現。可以見到咧，就係話只要個勞動市場係 keep 住有個增長，保持一個正面嘅一個數字嘅話咧，咁相信咧美國減債嘅進程咧都可以繼續維持到嘅。咁同埋回顧咗上個禮拜一啲重要嘅數據之後呢，我哋要關注翻呢個禮拜有啲乜嘢重要嘅新聞或者數據，大家需要注意啦。喺嚟緊聽日呢，將會公布中國6月嘅 CPI 年率啦，前值係2.5% 嘅。咁亦都可以關注翻國內嘅一啲通脹嘅數據，嚟緊點樣影響住譬如澳洲紙或者係人民幣嘅走勢啦。咁禮拜四呢，將會凌晨嘅時候呢，會公布翻美聯儲嘅一個會議嘅紀要。咁另外咧，亦都會係喺當晚咧公佈翻咧個星期嘅初請嘅一個失業金嘅人數嘅變化。咁可以見得到啦，其實美元指數啦 FXCM 嘅美元指數咧，亦都係屬於喺日線圖上面咧，仍然一個下行嘅一個走勢為主嘅。咁但係短暫我哋見到啦，係個匯價係有個反彈嘅情況，能唔能夠捉咗一個底部？然後一個成功嘅反彈咧，好取決於嚟緊呢個禮拜公佈嘅會議紀要，同埋嚟緊嘅美聯儲嘅一個政策嘅動向嘅。咁但係暫時嘅話咧，我哋可以以翻咧10350點為一個短線嘅一個支持目標嘅話咧，我哋睇翻咧就會唔會能夠上翻去10500點樓上啦。咁另外咧，呢個禮拜咧亦都有啲英國方面嘅一啲嘅數據啦，或者一啲嘅會議咧，係需要大家去注意啦。禮拜四夜晚嘅時候咧，將會公布個利率嘅決議，前值係0.5嘅，咁亦都係市場預期啦，維持不變啦，同埋維持翻個債務購買嘅規模不變嘅。咁嚟緊禮拜五咧，亦都會有個5月份嘅建築業嘅生產年率啦，咁係前值係4.6%。今日咧啱啱公布咗工業嘅生產嘅一個數據咧，顯示其實係差過市場嘅預期好多嘅。咁亦都見到啦，其實英鎊係曾經快速咁樣下跌咗40個點子以上嘅。咁但係暫時我哋見到個匯價咧，慢慢係查升翻去1.71樓上啦。咁可以見到其實整體嘅匯價咧，仍然都係維持一個比較完美嘅上升嘅一個趨勢。咁每一次可能英鎊反彈回落嘅時候咧，可能就係嚟我哋而家慢慢去逐步吸納英鎊嘅機會嘅。暫時咧，我哋都睇翻就係話匯價短線可能亦都會有一個盤整嘅情況出現。咁但係整體嘅中長線嘅趨勢咧，隨住個加息嘅預期咧，仍然都係比較睇好少少嘅。咁同大家講呢個禮拜需要注意嘅一啲嘅數據啦，咁亦都睇翻呢個禮拜嘅焦點嘅貨幣，可以留意翻黃金嘅一個走勢啦。其實睇翻上個禮拜嘅話咧，黃金咧最主要都係呈現一個比較大幅嘅波動，咁個區間段咧都係維持翻喺1308蚊去到1330蚊左右嘅。我哋見到咧曾經係測試過1330蚊咧，然後好快係回落到去1308蚊嘅。咁正正咧就係當時出咗個強勁嘅一個非農就業數據啦，令到市場有個提前加息嘅一個預期，令到美金出現咗一個反彈。咁但係我哋見到啦之後咧，
德拉吉喺個歐銀嘅發布會上面咧，再次發放一啲寬鬆嘅措施，亦都指出咧歐元區裏面呢一啲惡化嘅一啲嘅情況，將會咧進一步可能啟動一啲嘅救市嘅計劃。咁咧呢一方面咧，亦都係提振咗黃金嘅一個走勢嘅。咁再加上咧，其實呢個伊拉克嘅局勢咧，仍然都有好多唔明朗嘅因素。咁亦都可以有機會咧，進一步再主宰翻咧黃金嘅價格嘅。見到金嘅價格咧，今日去到大概1320蚊樓上啦。我哋會建議翻客戶就係可以做翻個參考啦。如果再進一步突破1325蚊嘅時候咧，今次嘅突破咧可能會進一步去尋求呢個高位嘅目標咧，我哋 set 翻1350蚊，止蝕位咧 set 翻1318蚊嘅。咁可以大家做翻個參考啦。咁同埋講完呢個焦點貨幣之後呢，咁我哋嚟翻做翻一個即市嘅分析。咁首先我哋同大家睇翻呢，就係歐元對美金嘅一個走勢啦。見到而家匯價呢，大概係1.3592參考價左右啦。咁自從我哋見到啦個匯價呢喺上個禮拜呢係曾經測試過50天均線嘅位置，然後見到價格呢都係唔能夠再進一步有個動力去突破啦，個匯價慢慢跌翻落嚟，而家去翻呢大概係1.35至到1.37呢個區間段行走嘅。上個禮拜嘅議息會議啦，唔能夠有特別大嘅一啲嘅進一步嘅寬鬆嘅措施出嚟，咁亦都冇話係嚟緊會進一步收緊啦。見到其實個匯價呢幾日呢都係屬於比較窄幅嘅上落，係挨近大概20天均線裏面去行走啦。亦都見到 RSI 咧都係接近呢個50嘅位置，暫時呢冇一個比較大嘅明朗嘅一個方向俾歐元區啊。咁再加上呢個禮拜嘅數據都唔係特別多，咁可能都係繼續會維持翻呢一個區間段去上落嘅。咁匯價而家嚟緊嘅進一步嘅走勢咧，相信都會係受到美金嘅影響為主嘅。短暫嘅支持咧，一定係睇翻1.35呢個整數心理關口能唔能夠受得住啦。如果可以受得住嘅話咧，匯價喺上面嘅話咧，仍然都係會喺呢個區間段裏面行走嘅。咁另外啦，同大家睇翻英鎊嘅走勢啦，而家現價參考價咧大概係1.7119左右嘅。咁個匯價咧，今日可以見到咧出現咗一個接近十字星嘅情況。咁最主要係頭先啱啱公布嘅一個工業率嘅一個數據啦，大幅差過預期啦。咁可以見到啦，匯價係曾經跌穿咗1.71呢個位置嘅。咁但係咧，而家匯價咧已經係收復翻喺上邊樓上，就係大概10天線嘅樓上。我哋暫時嘅話睇翻就係話匯價咧呢個禮拜咧仲會有啲數據出嚟，包括咗個議息嘅會議，同埋另外一啲嘅關於PMI 嘅數字啦，亦都會有機會咧嚟緊進一步咧去可能影響咗英鎊嘅走勢嘅。咁但係留意翻啦，就係整體我哋見到上行嘅趨勢咧都比較犀利啦。咁但係我哋關注到咧 RSI 咧其實已經係去到一個超買嘅情況，然後慢慢係屈翻落嚟嘅。咁其實見到啦，短期如果有個調整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翻1.7呢個整數心理關口咧能唔能夠受得住啦？咁如果可以受得住嘅話咧，上行嘅趨勢咧，我哋仍然都係咧保持就係話一個買入英鎊嘅一個方向嘅。咁另外咧，同大家睇下美元對日元嘅一個走勢啦。咁現價咧大概係101.71嘅參考價。咁個匯價咧其實都係繼續維持翻喺呢個旗形嘅區間段入邊。咁見到個匯價咧慢慢跌翻去呢個區間段入邊㗎啦。咁亦都可以見到啦，其實個匯價啦整體咧都係每一次去到10230或者係102呢個位置嘅時候咧，其實個阻力都唔細嘅。咁而家個匯價咧冇一個特別嘅消息面影響底下啦，咁個匯價相信都係會維持喺呢個區間段入邊嘅。咁另外同大家睇翻呢個澳元對美金嘅走勢啦，現價咧參考價係0.9397嘅。咁個匯價咧見到其實上個禮拜咧曾經係去到0.95嘅位置，咁但係匯價好快就跌咗100-200個點追落嚟。咁最主要因素咧都係澳洲嘅央行啦，都係提出翻啲比較寬鬆嘅一啲嘅貨幣嘅一個政策啦，不斷重申咧就係澳洲紙係屬於一個歷史嘅高位嘅，咁即係強澳洲紙咧亦都係繼續影響翻佢哋出口。咁但係我哋見到啦，大概喺50天均線啦，大概係0.9340呢啲位咧，個匯價嘅 support 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支持嘅。咁亦都係從呢個50天均線裏面咧，我哋見到匯價慢慢係爬升翻上嚟。咁而家咧暫時係測試緊個20天均線，如果進一步突破嘅話咧，下一個目標咧相信會睇翻之前嘅一個高位啦，0.95呢個位置啦。
咁另外咧，我哋都去睇翻就係紐西蘭紙啦。紐西蘭紙嘅話，匯價咧仍然都係比較強嘅，見到咧個匯價咧去到0.88呢啲位置咧，有機會喺睇翻而家個走勢嘅話咧，就係話能唔能夠突破0.88呢個位置相當之關鍵嘅。如果可以即係進一步突破嘅話咧，我哋見到今日收市嘅時候，如果係喺翻呢個0.8770樓上啦，可能會慢慢喺呢度捉到一個比較高位嘅整固嘅情況。目標咧都係睇翻啦，可能即係喺個 pivot 嘅一個第二個阻力位置0.8820作為一個短線嘅目標。咁如果個匯價咧唔能夠進一步測試嘅話咧，或者缺乏個動力嘅話咧，匯價當佢回落嘅時候咧，我哋睇翻咧係一個支點嘅中和0.8740呢啲位置先嘅。咁最後咧，同大家睇翻人民幣嘅一個走勢啦。美元對 CNH 啦，作為一個長線嘅一個買賣嘅投資套息嘅一個活動嘅話咧，而家我哋見到咧，暫時短線嚟到睇嘅話咧，由5月尾到而家咧，慢慢捉咗一個比較下行嘅一個走勢。咁亦都見到咧，人民幣隨住中國嘅經濟嘅數據做好啦，另外爭去美金回落嘅情況底下咧，慢慢可以見到個勢頭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出現嘅。咁但係喺6.20呢啲位咧，暫時個匯價咧缺乏個動力咧，進一步去突破。嚟緊咧，聽日會出翻中國嘅 CPI 嘅數據，咁可能會刺激咧匯價慢慢，如果係即係比市場係更加好嘅話咧，可能會進一步測試翻咧短期嘅一啲嘅低位嘅。咁咧下一個目標咧，我哋睇翻啦，大概係0.1870呢啲位置先啦。咁同大家做完個即時分析咧，咁基本上咧今日個講座大概去到呢度啦。咁喺結束之前咧，同大家講解翻一啲關於我哋公司嘅資訊啦。咁我哋公司咧而家有個叫福匯金業嘅戶口，帳戶咧係可以做黃金同白銀嘅買賣嘅。咁而家有個優惠 promotion 嘅一個情況，就係話如果客戶咧投入資金，你冇做交易嘅部分咧，佢都會計算翻5厘嘅年利率嘅利息俾你嘅。咁利息咧會喺每個月嘅月頭咧就會發放翻喺客戶嘅帳戶裏面。咁呢個帳戶咧係冇任何嘅最低嘅資金嘅要求，亦都冇提取資金嘅限制嘅。咁你做交易嘅時候咧，亦都冇任何嘅手續費啦。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再同我哋嘅客戶服務經理咧去聯絡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呢個利息支付表裏面咧，我哋好簡單睇到啦。如果你開一個20萬嘅港紙，當月係冇做買賣嘅話咧，你當月係可以收到833蚊港紙嘅利息嘅。咁如果你係投入最高40萬港紙嘅話咧，你當月如果冇做任何買賣咧，係可以攞到1666蚊港元嘅一個利息嘅。咁呢個喺而家呢個香港比較低息嘅環境底下啦，都唔係好多銀行可以提供到一個比較或者係呢個固定5厘嘅利息啦。咁如果大家客戶係有興趣去開立呢個戶口嘅話咧，其實可以網上面線上申請啦，又或者去翻我哋公司嘅辦事處咧，去填翻個開戶表格，或者可以進一步咧去了解更多呢個帳戶嘅情況嘅。咁除咗係5% 嘅一個優惠之外咧，咁我哋公司咧亦都有個叫福匯Apps 嘅一個程式啦，係可以俾客戶咧去添加一啲嘅技術指標啦，同埋一啲自動化嘅交易嘅策略咧，去到平台上邊咧，去幫助到客戶去做買賣嘅。咁有興趣了解嘅話咧，去翻我哋公司嘅網站啦，或者去翻我哋線上諮詢咧去查詢翻嘅。咁另外啦，如果想重溫翻今日嘅節目嘅話咧，可以去翻我哋公司官方嘅網站啦。咁只需要係網上面登記一個帳號，咁亦都係完全係免費嘅。咁亦都可以收聽翻咧我哋過去嘅一啲嘅節目嘅重溫。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公司嘅官網 Facebook 裏面咧，亦都可以收聽翻我哋今日嘅節目嘅。咁今日嘅講座內容咧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嘅話咧，可以隨時打翻我哋公司電話啦，2190116。咁對於今集嘅內容裏邊咧有任何問題咧，可以直接發電郵俾我嘅。咁多謝大家收睇，拜拜。